可以話係最容易獲得嘅可再生能源。不過陽光帶嚟嘅熱能會降低充電電池嘅安全性，所以唔會發生熱失控嘅超級電容就成為咗更佳嘅儲能選擇。喺呢次比賽裏面，我哋嘗試用超級電容呢種通常用喺短期或者快速供電嘅元件嚟推動我哋嘅模擬車走完賽道，配合太陽能充電技術嚟探討無排放運輸嘅可能性。喺過程之中，我哋試過唔同嘅太陽能板，亦都探討過唔同嘅充電方法。雖然失敗咗好多次，但我哋冇放棄，吸取經驗之後重新嚟過，最後終於成功走到今日。